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欣欣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，尋日傍晚開始啦，我就已經睇大埔大火嘅新聞，一直睇到凌晨嘅4、5點都仲係瞓唔到覺。總括嚟講，我係非常之心痛，尤其喺直播間睇到嗰啲 SOS 嘅訊息，邊一棟邊一間有幾多人，呢一啲訊息一直到4、5點都仲係見到嘅。咁直到我而家錄視頻嘅呢個時候，晏晝嘅4點半啦，都仲係見到有火光嘅。That means 已經過去咗25個鐘頭啦，火都仲係未完全去撲熄。成件事人為就係必然噶啦，操作風險都係必然噶啦。咁呢點係冇得抵賴，冇藉口，冇得鬥氣嘅。我尋日其實第一個反應就覺得好出奇嘅係，點解仲會用竹棚嘅？用都算啦，你仲要係大範圍同時咁去用呢啲大範圍咁同時去用竹棚嘅嘢，喺大陸都見唔到啦。點解香港仲有呢？即係不過後嚟啦，我就睇翻報道係有話過，如果使用符合消防規格嘅竹棚係 OK 嘅。Anyway 啦，我唔係材料學專家，我唔會發表任何呢方面嘅陳述。只不過從風險管理角度嚟講，雖然我只不過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，但係風險管理體系中係涉及到操作風險嘅。咁我就從風險risk control 嘅角度去睇，點解仲要用竹棚？因為竹棚係運營風險同埋財務風險嚟講都係低風險嘅，即係話搭建拆除快，操作起身容易，適應強，材料成本同埋工人操作成本都低啊。如果用鋼筋搭棚嘅話去替代嘅話呢，會帶嚟嘅最大風險就係延誤風險同埋設備租賃等財務風險。既然運營同埋財務呢兩大風險都低啦，咁咩係高呢？當然就係安全風險啦，呢個冇需要講嘅啦。就憑燒咗一日一夜嘅大火嚟講，佢嘅安全風險有幾高，顯而易見啦，係嘛？OK，呢個係從風控嘅角度去講，從 CFA 嘅角度去講，一嚟使用竹棚維修項目嘅 NPV 損失會比較少，因為初期投資成本低。二嚟，從資產周轉率嚟講，因為搭建同埋拆除都快，減少工期對租金又或者係商業運作嘅干擾，所以 asset turnover rate 都係比較低嘅。除咗上述嘅竹棚問題引起嘅風險之外，我仲諗到嘅係其他風險管理制度嘅缺失，即係人禍同埋監管。如果符合消防規格嘅竹棚可以用，咁商業鬧市、人口密集、有一定歷史嘅建築物上面，使用符合規格嘅竹棚，係唔係應該要全面而且保守去做風險評估呢？呢點我相信喺報價3.3億維修費嘅 contract 同埋預案中都應該有提到啩。OK， 監管缺失嘅話我就唔講啦。香港人都知道矛頭有邊啲矛頭應該去直指邊一度噶啦。最後 combine FRM 同埋 CFA 兩個角度，我想講嘅就係最小化成本嘅驅動同風險定價兩者點樣去 trade off？ 安全風險係咪永遠係最高嘅風險成本？我諗呢兩樣嘢應該係呢一次大火嘅事件話俾後續嘅商業集團知，你哋應該要考慮要去完善嘅嘢。OK， 以上就係我臨時諗到嘅我想講嘅嘢，關於香港大埔大火嘅事件嘅睇法。最後，願逝者安息，香港平安。